大家闻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社会新闻不三时报道，若是有人牵涉到刑事案件，可能会互警察拘留。另外，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拘押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条做区考务区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区，就是甲人掠来留地的意思。分开来讲，毛绑起来、关起来意思，咱讲是区啊、区禁。另外，法院的区票，古早讲是区印证。区所有束缚、无自由，或者是限制、无聊意思。还有讲一个人的个性真固执，讲袂出声，有人讲是区执。个性若是较保守，咱讲是区守。代志若是有可能，过去讲是区间安怎？若是讲艰苦或者是无聊，古早讲是区牵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意思就是拘留，咱讲到因为牵涉到法律责任，暂时互司法机关以行政手段来拘禁扣留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拘束，咱即马大部分的意思讲是束缚、无自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照咱台湾的法律规定，拘留就是因为牵涉到违法的代志，互行政机关或者是行政法院伫短时间内限制行为人的自由。原则上，上少一天、上久3天，都要特别受到拘束。若是讲有严重的情形，搁再加重，上久会当拘留5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区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